国本地囡仔2个月，在受各界的讨论。台南有一对警察翁仔某万圣节时，甲囡仔装作哪像国本地互人躯体时，手骨扣手铐的模样。有人是即期行政无中立。台南市的警察局是认定行为是影响警察的名誉，是甲伊记新界。 扮作各种角色的囡仔参加万圣节活动，算个真欢喜。每年西洋万圣节前后，都有不少家长发挥卡数为囡仔变装。台南有一对警察翁某伫为囡仔变装的时阵，互囡仔穿黄色的衫，目睭孔，目镜大图。翁某2人穿警服，疑似咧模仿民众党主席做着具地上开画面，相片伫网络，互人质疑2人行政无中立。对啦，这个画面电视拢看会到啊。 万圣节对吧？装衫都趣味就好啊。姚民将认为免过度解读，暗过有警界高层决定记新界处罚。本大队已针对该员言行失检，先核予申诫处分，续追究相关责任。翁某拢伫警界服务，根据了解，太太目前育婴留停，先生是伫台南市警局。事发了后，太太个人社群将文章相片全部删除。 对于台湾民众党支持者来说，看到这样的画面当然是非常的难过与不舍。但是在台湾民众党，我们支持言论的自由，所以不管这个民众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他绝对有自由表达言论的一个权利。民众党表示，党内立场是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，无分职业对别，暗过也希望予司法给一寡空间，予司法用独立审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